係啊，歡迎各位聽眾嚟收聽我哋本嚟學緊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咪講掃除，新正掃除，我都唔知講掃我背當然就差唔多比較新正。禮拜四就是新正7號，所以若是講你要參加我人講這個新正話呢，你使去我哋朋友去看啊。禮拜四去寫亂嘅comment 係咪咁樣嚇啦？你有時夾寄包啊 FedEx 好啊呀。嗱，這禮拜我特別嘅邊啲是真正特別嘅就，因為呢一時一個特別嘅邊，就是我人嘅老椒吉特布魯，歡迎。大家好，愛新正啦，人清楚啊未？我未清，我請阿嬸嚟講清。我請阿嬸嚟講我清喎，我阿嬸交俾嚟個阿嬸。你比較有清楚咧？比較清楚，本嚟我比較，我特別我是一禮拜一個月請人嚟清一擺，特別唔是新正。Spring cleaning 啦。係就 spring cleaning 嘅啦，特別冇啦。我只少講有 spring cleaning 嘅，我佢就是成日那是講我特個月死喺 spring 嘅時咪講就掉地掉一缸死。是咯。哎呀，倒來啊，倒來。倒來。請啦，特別真係冇開嘅，冇開 Skype 嘅，等我關門看下 Ustream 嘅。Atau lu buka atau tahu ke buka itu dia punya kaki. Atau buka Skype. Tahu ke quiz Skype. 那是確實係幾差唔多咁樣急啫。那這裡阿蕉lu 那是 ready 阿蕉就做工。哦，伊講 Ustream 就 lag 啦，喲，等陣我嗰度開下咧。ada jawapan please put the iTunes. Yang kau ada iTunes link. Lo just chop. 哎呦，等陣我開，安怎開啊？你什麼？你叫做咩？我特別做 live，你叫咩叫做咩？nice cast 掉。我開，我等你開啊。OK， 了是等，你講先，start broadcast。我 testing 1 2 3。ลอง聽下 test 下有啊未？即Skype，特別人真係在，你可能時間聽到，有時間佢聽到就明啦嗬。你試睇你 email 未啊？搞得不如？是的。是的嚇。是的。OK。當今晚我去我幫一位佢再 post 嘅一個 link，就對。喂，你 link 上面我未記啊，咪 johnong.noip.com/slash 骨頭啊，未記。哎呦，各位聽眾，新正是要搞我等幫同冇新正歌下人聽就先。等陣得咯，你啷個節？我死我都俾佢哋硬講。新正好，你係等人嘅喎，接新正。嚇，今年比舊年好。我未曉，來，我幫你卡吹。頂住禮拜幾個數幫卡吹嘛？幾個數？等陣我未記啊，死火！我未記講我係你 live feed 上面，我是直接在 live feed 個拍 email 啊，唔是 email。哎呦，死我係 ill prepared，very ill prepared。OK， 是，攞只叉笑嘅，叫我 post 你，你咁舊我講喺 link 上面啦，好，我就對佢吹等陣落live 變零學緊 video OK， 跟住除掉差唔多。差唔多，叮。哎呀媽，對唔對啊？這應該是對啊。所以那時人要聽這個要看，那是講你若係 feed 無咩好事啊，講讓佢邊嚟學見，到對把頭子啊邊嚟學見嚟對看到，應該是多邊啊，我再確認。
click to listen， 哎呀死啊！啦，哦個哈 OK，對，但是講到係，我咪看 video 呢，就去但係你頭一個 link 佢哋 live 嘅 link，live 特別你學見到 com，就是講我咪聽聲嘅，就去佢哋我幫有但係你讀嚟話等你啊 ，OK， 但係阿豆有講要開一杯啊，阿豆 buka Skype only can chat by typing cause no one know what I'm doing， 哦，嚇，哦，冇你唔是阿豆嚟，阿豆開一杯，你看到阿豆開一杯啊？冇啊，我係看冇開嘅本喎。啊，讀咗去到咯，我看伊 online 嘅，但我只 personal message 看。OK，咱讀嘅成實事。哎呀，死了個這點事。你今日唔是浪數啦，咁樣來你 feed 啦，你 iTunes feed。你當今做個博士啊，不過一個人聽。iTunes 浪個咩？直接教我推 iTunes feed 你咁樣咩去聽？OK， 但係講到對新正社畜哈，新正社畜，แล้ว你聽到細漢時，還是當今個新正社畜嘅咯？掃除。當今冇啊啦，冇成學到反正學到特別愛清楚啊，一年清唔一只清一擺呢，有時愛兩三次。Yeah，你多件事啊？不過這是對外媽嘅講處啦，咁樣會表示我表示啲，咁樣外媽經濟嘅好節愛清楚啊，咁樣人對伊鬥勢哦，因為伊嘅厝成三百人。伊厝是，你媽厝是安怎款嘅厝嘅 ？describe 我聽咧。佢哋舊厝啦，係一樓呢，房厝。一樓嘅房厝，你平常時，你講講厝啦，裡面是你有成啊有你阿哥阿弟阿面個大點面啊？還是講到你媽有做濟大，了教因了就慢慢搬出去啊咯。哦，人真係講。有個我看你 chat，人真係你 chat disbanded 嚟先。本來學嘅你 chat room， 你不要緊，我可能冇入到。然後你講你大邊哦，你大你媽講厝。唔係，我本捌大過本。哦，然後你特別去洗厝時，因為你冇大，你特登去洗啊。是啊，應該講暑假佚佗嘛。這是暑假佚佗呢？唔是洗厝真閒的咩？我真爽誒！這不是？應該OK，我買厝5里旁徑嘛。所以真清楚嘅是物件，咁了就摕出去外口下咯。我就搬嘅時嘅啦。層啊，咁了搬出去外口拍節嘛。哦，拍咗㗎。眠床啦，下座啊啦，刀頂啦，咁了啲外口咧，都可以規間厝空去。哦，แล้ว空氣安怎？空氣安怎？空氣啊，嗬，佢都係厝頭卡是係你阿毛灰嘅嘛。แล้ว有人個抹阿你紅紅嘅，唔知咪擦嘅嘛。哦，嚇，對。所以講會使規間厝轉水可以打嘛。哦，見鐵頭水啦，細陣時。咁了就咪鐵頭水啊。แล้ว你鐵頭，你其實是參你規間厝啦，兄弟姊妹㗎真係死。對，外姑啊，外姨啊。แล้ว你攞自己厝洗咗呢？有啊，你清仔清清嘅。哦，所以你講厝嘅嘢大細啦。對，因為有時是外媽嘅外公兩人大嘅嘛，平常時無講正強嘛。哦，แล้ว所以清楚是正強哦。大橋大清大細。แล้ว外媽嘅厝是舊厝嗬，伊鐵花是喺你節花咯。哦，下仔。所以我嗰咧表示咪嗬，清楚時就愛一人夾一支刀，夾薄肯一個坑去擼哦。嗰個夾刀哇勁哦！係你所一年會使做一擺嘅嘛？好啦，這是真是清咱那厝吼，到唔嚟說厝伊個每個咧等下眼開掉咧是桃粉啊，掉後面幾年啊。แล้ว伊壁起啊，對面是無起甲四零嘅嘛，有坑嘅嘛，所以地板嘅了。你知唔知？我就講臭厝啦，我就講清厝係咱清厝是咧，特別是我就想到你講清厝，我就是想到嗰個菜店仔有賣咧光燈燈，嗰支物件咧頂面有成啊咧人四隻出針板咧特別大咧，哈。特別好啲新家清厝嘅時候，我媽就去買一擺，係你滴血了。
我滴會曉啊。啊，滴曉白啲喺你等等嘅，有時是夾滴啊，有時夾喺你等等嘅茶，白啲喺你茶清咯，先清一抓先，再嚟用喺你面嚟清。對迄個邊是較話個用誒。對，伊喺你用滴曉像是一個儀式可能。即做。啊，清下夾個啦垃圾嘅物件可能。吹，你臭死。啊，對。講你臭物件。看會到嘅垃圾物件，甲看袂到嘅垃圾嘅物件。特別人講滴，這咩是叫滴曉？我唔捌看過滴曉啫。滴曉是唔是咱爸爸種嘅？無，迄個是散散漸漸嘅。散散漸漸。伊曉細細個呢。有可能無相種。是啦，毋是爸爸種嘅啦。爸爸種是唔是滴曉來？毋是爸種是張曉嘛，那是滴曉。我大家就啲巴掌寫出來咩？哎呀！是咱用了巴掌，咱叫張曉嘛？大家應該是像 family 無像 species。可能嚇。係你，所以你清迄個安尼，請你看得到物件啦，3分清無。即看袂到，阮清過了時，佮用嚟邊，咱邊是毋是逐年特別新呢？之類啊，應該是哦。我上個是唔捌看過，你準備一年內面用啊都別使用啊，我唔知。我未看迄個人你隻ರೂಮ್嘅人看，本來好見隻ರೂಮ್嘅人，我講看當是唔是？打電話去做 poll 嚇。我未看當今看住，我未看當今住個人 still 個清楚嘅嚇。清楚。Do you still 清楚？當未看住 still 清楚啊？Yes or no 啊？其實咱若是當今現場嘅聽眾咧，咱去嚟 poll 嚟啊！佢每人看，咱若是看到 video 講佢聽講20幾件啦，一啲看到我就你記，唔對 ，sorry，最定咪對，最定咪對，有一個 poll 嚟下，咱第一咱去 answer 看，咱 still 有清楚個先至有清楚啊。然後我睇過一陣一萬年，我咁每人看，然後你講你炒你清曉。頂次是我請人來我廚師嗬，伊人母嘢就清嚟啊，清。邊個廚啊？冇，我一邊嘅廚比較嘅廚。哦。伊人講我嚟清你講到啲都死嘅啦嘛。是哦。你個清氣啊，攞爽到要死啊，清啊。你唔知，你知唔知有請人嚟清嘅喎？我是叫你嘅，即係工人嘅，自己清你嘅，你成個你識路。有咧菲律賓嘅印尼工人啊，印尼工人啊，唔是菲律賓對，印尼。แล้ว當我看應該是家己清嘅啦。日本佬要清楚啊，到底日本。唔知我未看過一隻都冇講啊。แล้ว依個我當然看到，因為我平常細人看到。我清楚嘛，當叫人亂，我清楚係啊。你看到咩個大布魯啊？我聽到冇好笑啊！咪看。我看到清楚哦，可能佢哋頭先就跌出來。OK，แล้ว當今我講佢清楚時，你講用度嘅波當冰脱，然後就寫糖啊呢？糖啊！我想啊。我媽厝啥是無玻璃糖啊？你按照我跟他貼花咧？貼花了嚇，伊個糖啊是茶嘅冚嚟嘅咯。我外口嘅啊，到外口冚嘅。所以跟他貼嚇，所以跟他貼花呢。你講洗頭卡時，做乜事安怎留住你洗頭卡時？上水啊，嗰個水啲櫃頭卡，然後我表小地方，嗰個啲頭卡擼來擼去。我唔想啊，啲頭特別上水淡淡嘅時呢。找厝你睇係喎，就是。我哋當時有我媽弟弟咩？我冇嘛，忘記脫頭卡。脫頭卡清楚。但我未諗過，你知唔知成個你成日講先正清楚是先猜其實會使清還是特別看日子嘅？有見日子嘅，因為我有好日子嘅清楚嘅喎。好日子，好日子是特別，可能我好日子是29嘅時，30日去早日子是咪清較壞？冇啦，唔是，家姐話講先正早一個月到日子是好日子，嗰是拜六禮拜清咯。
哦，แล้ว有诶，啥人会当人垃圾头啊，講特節貼啊。哈，哦，大隻甜伊只先，講嚇，伊有講今日啱做蝦米嘛？哦對，有你咪是有啊，但我看這個攏去農利.com 咪是應該是有嘅，我去 農利.com 啊，nongli.com 啊，農利.com，伊成個是啦，咪冇寫嘅，伊寫個寫係咪其實是好日子做係咪骨頭啊？其實做好日子做咪骨頭，係咯。嗰隻人看是看教演啊，看你同書，你特節貼垃圾本有诶。哦哈對，特別若是講被寄好啊，你特隻垃圾頭會使365邊啊，，scan 冇，scan 特個外，節 scan 得好，應該講正 scan 好，都是馬仔嘅是人節目。對，你聽下個來 scan，你 OK，當你是看好日了清楚，然後特別看好日了清楚，往時就清幾日節嘛，你講往時上多。嗰隻兩節咯，應該過嚟你旁邊嘅咧，物件就推出來啊。你貼出來時，你是用即係成個名稱條頭就加條河啊，面上就抄，then 拍節咯，拍到嘅人全部白實嘅嘛，當見冇啊啦。係啦，拍節可以，走出嚟嘅。跟是哦，開始。你當見過清楚嘅基礎呢？嘅基礎你當見未嘅全部啦，因為當見在講到嘅啦，細細間平常時食應口嘅嘛，就冇咁嘅物件。條本我是想講，那是當見成個我呢，特佢只條人係少子擺曉的，我把你個錢呢，唔是講我唔是特一落來邊食呢，我是真個攞刀，把它擺死攞刀呢。你好，我做緊隻部影嘅書啊，你係時上條愛清楚啊，是用時做緊都係大一咧是食線嘛。然後我冇試過處啦，3咧喎。所以叫人嚟清嚇，個唔係清人啦，佢嚟清尋死尋嗰啲切藤啊、搖頭卡啊、掃白膠夾筆啊、咧掃頭款啊，你自己解啊，咧掃頭款。你做物件㗎啦，做物件。有時寫cleaning company 嚇。即是我捌即係我朋友捌friend，伊個厝人嚟寫。哦。較便宜人報咯啦，啥？是哦。有你我冇咪，真我個冇咪巴介喎，唔是朋友介紹我唔揀喎。等接嚟你全唔知做。係咯，唔知做咩鬼？各位聽講啊，那是攞對現條聽講，你讓去看老四處，20幾人冇可能教人復嚟嘛？你20幾人看掉去一邊嘅訂，就我看話就你見人煲嚟去訂，訂咧是去answer 看路人有掃除冇掃除。然後個就是招路應該冇啊，招個冇應該。OK， 當見咱看係咧，來啊！我聽到一句聲，立牆路四處哦。哦。往啲鐵厝當見。什麼是鐵厝？往外搬了嘛，所以往當見。你搬厝掉。扣掉咯，接上嘅啦。哦。แล้ว這裡你當然是被搬先，你當然是買厝，當然你大條是水是買。水爛年咯。哦，你當然把你叫搬去買厝啦。對。遠哦。1 kilometer。哦，你見呀？冇遠。你介紹咩？就係架超跳過去對咯。冇啦，家姐冇鐵啊啦。哦，介紹冇鐵啊啦，俾佢新嘅啦，去IKEA嚇。IKEA 地小嘅嘛。個辦幾個大地，我冇講就係大地啦。冇辦二本啊！冇辦二本啊！特別邊個辦你介紹？依個介紹冇辦二本啊！特別學你10年 warranty、15年 warranty 得啦嗬。哦，而家咩？我諗這邊咧是講你去IKEA買物件是當做成個80萬蚊嘅會咧就。我先。有可能睇會冇上，有 quality 較高，有你 quality 較低嘛。個沙發10年 warranty 啊！你沙發借啊，佢出去top你喎。特別有可能冇上嘅 great 本嚟嚟嘅 quality。14人當然接3人，佢咪去吐，都這個。家姐人有清楚哦。
啊，當然較濟人清楚，人去吐誒，我當然報告人聽人無去吐誒人看啊，還是甲即個podcast 聽講，有14人vote 了當然78%人講有清楚，21%人無清楚。OK，樣清楚嘅意思是講有影扣咧，還是驚咧得扣少意思？我唔知喎。哦，因為吼，有人講清楚吼是講你無影扣，特別你關驚咧得扣意思吼，清清地。啊，喂，你知唔知剔得扣一年幾啊？無一撮幾類？哦，你我唔知。เราไม่ควรเลยเป็นนักหลังของเราใจเป็นนักหลังนั่นสิตัวที่เลย應該有睇咩咯？哈ตอกก็ไม่รู้คือคุณแช่เนี่ย對四邊性มันเสียตอก超清楚是個清清就係邊嚟嘅咯有一個當然10個 can 哦73%哦佢嗱當然係73%嘅人有清楚แล้ว26%人冇清楚這裡我本妹這裡，我本妹格特布唔是立槍嗰條嚇。立槍。咪你細漢你一聽到嚇？聽到。立槍你細漢嘅時候，你厝有清楚嘅哦。有啊。你打架手啊？有，安尼無打架手，甲這是七八件，然收學卡，一個了物件搬出來咯。頭款嚟嘅切咗頭卡咯，แล้วตู้地面啊，有時ตู้地面有坑嘅位啊，有清清看看嘅啦。嗰隻是切頭，嗰隻本是 cleaning 咯，切頭啱嗰啲啊。要成日歪厝嘅，你自唔驚咩？成日看過切本啊。你看過因冇咩人愛清楚，應該伊嘛大家基本是清楚嘅。伊嘛真清氣數，所以讓後面咧。小清氣啊！叫你買嚟給我讀啊！一次就學卡就攞3擺啊！哎呦，你頭卡咪報去咯？係咯。咁啊，我有清楚，我上去啊，我有清楚，就是達到立場嘛，愛落來時之前就是我清楚。我問你，馬來西亞有成啊？你 cleaning service 有嚇？有啊，真係。唔知樣咪是我先正是咪真正成立咪就好咯。係哦，咪有可能會算較貴哦。有可能啦，馬來西亞特淡唔較貴啦，創開唔較貴嘅先正是。放西唔貴。OK，你講講到對你較八卦嘅物件咧，你講我唔知講有人是實際用嗰啲滴血少少嘅嗰啲清楚，我唔知喎。有愛有意思，像清下甲水嘅物件。有如果做白物件啊，咁樣按照清佢經出清嘅啦，用嗰啲血少呢。對哦。伊個係你司令規間厝嘅甲頭家嗰度清。尤其是講呢嗬 ，because 我講聽講呢啦，貴就是個佢哋講呢嘅頭尾。頭尾啲夾嘅啊。講呢就貴就是個頭尾，佢咧知道係講呢嘅嘢。係哦。所以咧特別嘅你滴血嚟清啦。你知唔知道滴血到底係咩哦？猜點啊？你講是我先正是猜點啊，文山路賣。咁我看你夾帶講到啲裏面你隻รู咪講1.8咩50塊8點鐘，你是講咩物件？清掃除啦，請人嚟掃除啊！50塊8點鐘。安尼便宜？這是清這便宜哦。便宜。50塊是50塊是 ringgit 還是 dollar？Ringgit 啊？50 ringgit 8點鐘，你便宜嘅？有參有啥？喲！便宜咯，又唔通積壓啦！我就叫我先。這便宜啊！安尼，係咪 yes 啊 ？including iron 喎。係咪嘛？按照50塊一刀係啊？一刀8點鐘啊？一刀8點鐘啊！哇，什麼是這個？哎呦！8點鐘，咱是講咱厝無大8點鐘，實是無物件做呢。8點鐘要解 ，OK，當我要跑阿豆過，阿豆你每話你幾鐳就知啊，阿豆啊。
伊係滴清嘅，係咪叫你換仔啊？係咯。等我看看，阿德，阿德是阿德，所以我唔知是阿德，阿德，你倒嘅咪，你吐了。聽下未？ Hello，阿德，搞咋？搞咋？你清楚啊未？哈，kata puluh啊，哈，搞得不對對。我冇看到浪啊， Hello，係成啊，往大禮拜揾對回吹人。我真係冇癮嘛，邊看鏡個邊對橋，對，嗰度清楚。這禮拜冇對。這禮拜搬厝。或者咱們講搬厝嘅哈，對，或者咱講搬厝嘅，阮是六十幾是嘛，搞得不對。我哋笨蛋嘅搬厝。阿德我未รู้啊，喺你清楚嘅，喺你滴血啊，一百幾類。古早都忘了點先係，喂，嘛都用白俾嘛，我自己去橋。因為用金崩嗰邊嘛，有嚇家己班咧有滴漲嘅嘛。哦，我咪滴會使嚇。會使啦，有啊，你看係白啲咧，成日講滴過又冇人款清嘅嘛，古早都冇別講你咱當今別病你啲 plastic 會使清嘅喎。你 plastic 清嘅，你會使用咧？你唔是特別用滴清、滴血清本嘅咩？還是你用 plastic 清？冇啦，古早都冇別呢種嘅。我知啦，當今咧，當今有人成講，當今冇人用滴嘅啦，冇啦，係咪必用？冇咧，你被掛鬼嘅咧。冇阿當，因為唔是愛清意思嘅咩？成清嗰啲水物件少啊，所以用佢哋滴嘛，唔是？較早有啦，啲當今冇外貌，人家了冇用嘅咯。因為數咧用滴血，佢哋切咧滴血個架樓啊，櫃頭卡。櫃頭卡嘅咧，是啊，櫃間厝嗰啲滴血嘅。哦，嗰個清一個就係清。啊，清楚真爽啊，呀！我櫃間厝空空啊。你們笑嘅咩？你們笑清楚啊？啊，我嗰了搬出來，有攤搬就搬咧咋，除了未見。搬水啊，搬水啊。啊，搬水了往囡仔嘅時啊，往點出街。佚佗啲咧地南嘅位啊，啲地南嗰啲搬出來就呢邊女爽，攞係呢邊攞係啊，啊，你往嘅物件嗰啲搬嚟，古早老人嘅厝哦，頭前愛樹長好多長嘅嘛，所以嗰了搬喺呢邊個未做嘛。你冇人頭剃咩嚇？係啦，一古早真奇怪，佢邊厝邊度咁幫我，你若是做人較濟看字嘅嘛，嗱一隻好啊，特你冇。特冇清，上一日清嘅啫。啊，你用盡量經嘅節哦，我哋拜六是禮拜咯。那種未都冇辦法，你個濟人經禮拜。哦，你看早起啦，我媽冇想，喂，阿妹清舊大，媽就個早清要清楚了嘛。我想阿妹你講你就早都要清啫。係啦，大數。特別我厝唔是我只少講有大清嘅時間你 QQ 你我冇講佢了搬物件，佢冇嘅。你人把杜厝冇面嘛，金崩厝都知啊！咁講古早哈，古早嘅人哈，除了燒土卡啦、古木土卡啦，但係到頂啊，真係少去講清清嘅面冇嘅啦，一年嘅 glitch down 呢。啊，對。啊，一出當佢要清嘅面厝，當佢會使講特禮拜要清厝。少，就咱只 modern 呢嗬。冇物件清，你睇看你厝唔知要清嘅面冇未樣。少。你我問你看，做一清楚啊！咱如果做蝦米物件先正 ，before 先正以前要擺物件要做物件，咪講你做你食過一面咧，你白講是講成日就講要 prepare 你厝嘅啊，做特別做蝦米物件，成日有物件特別衰特別客氣嘅，係咯。冇啦，清楚就是 clear 就係物件啦嘛。After 清楚你mother 就 start 有單咩，有較早是較白，因為車咧糖阿婆啦，古早糖阿婆係車。對。啊，你換個了幾間厝嘅糖阿婆了啫。你頂到糖阿婆是 use and throw 係用一年一屆啊？冇啦，用了古早嘅老人呢，一年特年啊，愛新嘅糖阿婆嘅搞啊。一般都我細漢我特年啊。我正咧就一束新啊，捆衫嘅。對。有啲咩錢你梗係計呢？30咩？都咩錢呢？都咩錢呢？嘅。我定當時嚇講個特別咯。你冇掉。我唔是特掉愛有新嘅捆衫30咩？啊，你使冇錢呢？冇錢掉咩啊？都咩錢呢？我定當時是穿嘅咧，我捆衫我冇衫，我捆褲呢。捆褲種咧就伊啥？佢行食一次
一座這樣困過。啦，你中國步啦。係咯係咯。你要攬啦，啲攬啦，逐個叻食車食嘅。我佢叫我小車㗎，計以前你就冇攰聲咧。我冇我係嘛，I think 表車係點？表車靠個影啊，靠個影啊！我唔是表車，I think 你就揾厝你一人你揾嘛個做工啊，你就冇做工就多出車啦。你揾嘛做工嗰陣時，I think 點解揾媽成特別揾媽特別用針車時間嚟車你托架步。你即係裝托架步，依嘢波住嘅，後你自殺架啊！殺架啦！哈！喂嘛，嗰啲用掉個，喂嘛當一學，誒你針車學為紙，有為紙個用喺你針車個。上先啊個字啦，姑姐。啊，啲是先啊！你即係一個字嚟，你後你點油嘅哦。啊！一個坑咧。啊，你是一隻罐咧，頂面自己針嘅物件啦。啊！咱係要咯，而家走住嚟嘅 mechanism 嘅。我就係先嗰個講句話啦，條。先啊！Menawan keluarga bahagia。個你先正之前嗬，因為我媽本是做曬嘛。做曬個啦做好啊嗬。점車就點油啊！然後人嚟講，安啲使個我車就講，未啦，我점車係油啊！少更啊，係油啊，無限之類咧。少更啊，我점車係油都未使啊。就是係你博愛嘅。哦，你啲係油係大啊油。所以係可以買可以裏邊物件大係咪聽？因為啊，平常時점車點用嘛，先正10幾節無去叮當嘅咯就。哦。對，白日人講車衫，告訴我哦，啊即阿篤車衫啊，定到時。你使叫我媽講我。好啊。Because 我在你車衫只隻物件要鳥啊，安怎啊咩物件，就只物件講嘅。定到鳥咩？鳥查某無相嘅，你未曉鳥咁咩？冇查某係歹勢。如果假使佢講話咧，得嘅 focus 走啲撚鳥，而家就未歹勢。先啊，你看啦，阿多隻啦 ，OK， 燒掉，個阿多先正整嗬，刮痧正解哦。我個天佢試過點無對嘅。對哦，我教佢抹防曬。哦，你在車溜啊坑車啊困嘅時，佢聽到伊溜啊坑個점車。該現啊！車溜啊坑。哇！你驚你知喲，規山嘅山你知喲，你一點聲個時啊跌來就跌歪咧嘛。甚至人牛管啊，平常時無好表見啊，甚至無好人係咩怕咯啊！你貴正啊！你人是按水無買啊，人是 order 了就。你如若無衫，互人買貴正。你領導嘅人無時一束嘅，本袂少嘅，做掉兩三束嘅。啊！就掉切三切四咧。哦，你個貴束嘅，三個箍一束嘅就。好啦。我講啦，無好嘅無老路嘅，伊免貴正，咱冇通貴正。阿多你叫，就係試過興係一種阿拉伯裝啊，穿阿拉伯衫，查某嘅啊，個長嘅呢，成個你越南面。咩shoulder back can 啊，你講卡啊。或者是啷個嚟講無常嘅 fashion 嘅襯衫嚟嘅。係啦。知啦。有當看先正買貴正物件 prepare 好勢未？無啦，當然較簡單啦，當然物件較了嘛。咁啦，ready made 啊，係啦。你嗱種我存一禮拜兩禮拜去買，唔要緊嘅。當然人個 last minute 啦。是，當然是幾號啊？當然是20，今日是28號。20號咯，28號。啊，29啊，到28號啦。啊！我看唔到啦，喂嗱，我看唔到。我哋困車啦，未怪你。有時入白啦，我哋困車爸爸嘛，靠晒咯。嗰啲就飛好啦。然後你拜前啊，拜前不啦？拜前拜四前好。我 start 老毛咧，我話邊咪個死啊！拜四7號是真正車熱。我看我有做工，就是無做工我錄音。啊，擺正咯，錄擺正。咁樣擺正，然後特別新正時較濟人無用啦，乜都含擺正呢？頂到往上咗下，頂到我拍互人下。
嘛是，像咱跑人啊，格达布鲁的 family 我听到头一道是。哈对，我是咪我拍好人嘅 handphone 了，放我嘅 phone 了。我 handphone。哦，所以我是安怎我唔咪記，我先是每塊就要拍嘅 email 好啊，你我拍人啦了。對。對，先正整呢個叫我學你電話 number 啦。OK， 當今晚嗱時講咪落啦，嗱時攞唔我 phone 啦。是當今唔真係小姐啦，我定得70幾人嘅 phone。多謝你啦。揸搏嘅啊！那佢就死啊啦，讓佢就寄你我紅包，我拍我免別緊，你寄好我哈？你 email 以後定面寫到 CNY。定面寫到 CNY 一聽到啊，各位聽眾，就是講你為我拍電話，你咧去差唔多初一嘅時，你我就拍電話去，你睇下每個人去做下面，看，有陣時你有 handphone 嚟講，好話你 handphone 都去個得路嘅時，我就拍你嘅時，你睇到啲邊咧學嘅講幾句，未講上字本啊，個幾句，然後嗱就啦，本來就字諗就掉咯，個了讓是 email 好話咧有電話我就 phone 落你啊，我冇插你啲幫曬嘅時啲群我唔拍你。一人1 minute 啊，30人30 minute 啊。係啦，我唔了啦，你講先正。冇可能1 minute 咧。嚇冇講就一人就3 minute 5 minute 咧是。拍下檔講就隻鬼出 show 去架檔。啊，總係變3、4點鐘嘅 prepare 緊。係啦，咱若是有 Skype 嘅呢，特別 Skype 佢講你都唔知有開冇開。你若是你有 Skype 嚟講，我舊時刻我係你個去你邊啲學見嘅朋友去看是幾時。啊無嚟講咧，你就抄 email 好啊，你寄你電話後頭好啊，你我抄 phone 互人對啊。你應該是早起時啊，早起時啊 phone 互人。了，我可唔可以講互人聽下？這是幾號？這是18號啊？啊28。7號嘅時啊，不2號嘅時哈，時唔使想我先知啊。2號嘅時我個會你半銀包，冇我被錄音。我半包，我半銀包佢拍搞死，搞係事啊！啲嘢，我係使聽燒銀包，我冇半。你使半嘛都教完啦，我嘛未記咩？我冇教過。就係冇教警嘛？你通知通知是攤紅包嘅就。對啦。通知是攤紅包，你咪叫我紅包咧，係會使去嘅你。PayPal 會叫我紅包啊？但是你咪叫。有事啫。紅包郎。紅包佬你就紅包你就冇攞嘢就講紅包啦，都冇講佢好事，紅包裏面喺度攞。其實啊，紅包郎正派除嘅紅包或郎河咁未使。如果係驚紅包郎啊佬，豆嘅講咪咪菇紅包喎，咪菇紅包。我講聽先正時嚇，會使正神拜我下度。係啦，我嚟邊。你成播沙。播沙未使正神拜嚇。mostly 啊，早起一時無呢啊，無人拜正個呀，咩咯，哇，真係。放炮啊，阿妹。一邊一崩炮個大聲啦，講個大聲冇人知。哎呀蹦！佢使對啊，佢使識圖啊！你那時講買正神馬路，老細咩使冇人知，你是。但不如潮嘅你看我架本把 experience 佢啊！紅師冇，我講聽，紅師正神擺嚇正家攰啊，時候攰，把路個攰啊 climax 嚇，哇 climax 開始砰嘅時候，都好對嘅大面。對咗咯，你搞時嘅學紅包咯，你啲啊，攞隻紅包佢還佢強起發仔啊，強你啲發仔，唔是強起發仔，強到發仔。強都係強都發仔，但我隨口，我係咪受 effect 棒啊？係，哎呀，真是鬼啊！一定邊度啊？你想動到你背呢？噔，冇這樣，多謝。
你無啦，即成日叫條線咧，我嚟好勢。即車剎線對。你啦叫條你線砰砰。特別我冇咧放炮喎，等我講 explosion 啊，冇 firecrackers， 我除個 firecrackers。係，一當緊下禮拜是下禮拜咱個講真正貴啦 ，firework。做貴。真正貴到都留到下禮拜講啊。下禮拜講貴價別貴嘅咯，好了。咁就講真正薄膠。講嘅這禮拜講薄膠嘅。我記住你扮咱個目標嘅咯，我是掉啲燈籠貴啊！你知是都好7號是真正嘛，4號是咱是做佢哋真正貴咯。然後7號真正咧，11號是8月嘛。咱講目標，還是這人都是都是輸個了，還是贏個表啊！at least 到處目標係，到處目標咯，贏人本是你出來人啊，是你朋友咋？你是出去嗰啲目標點呀，輸係是輸個了，別人嘅。有啦，真係啦，咪咁樣有嘅咧，入波那時候啊，博了阿未搞厝嘅鐳就大了。你又是，安尼係嗰鐳嘅啦，翹去。阿未先食就了。了，當人頭家，但是last minute。當時先食，你咪看看小膠會輸到真甜嘅啊。安那。點解？因為我有個歐巴卡。面上滾光嘅呢，真爆光嘅哦。你講見辣椒哦，哇，掉食。樣厲害啫，樣種啫。誒，老闆子講。老驚我你快講。前幾片好像見到。對，聲樣子嚇。聲者你看。我這邊攞禮拜就對那邊咧福建嘅朋友嘅收聽，邊咧福建嘅節目，但是講到尾。我未聽用 iTunes 聽嚟講，咪使去 iTunes 誒，即個 iTunes 咩啊 Music Store 啦，咪嚟隨便學嘅呢是 subscribe， 就是成日去訂啦，成個訂報紙很訂，成個禮拜新嘅 show 咧就自己 download 落嚟。所以你講邊邊講我被笑打啊！嗰個清楚嗰邊邊講啊！哇！啊，到你咪講你清楚你物件，佢哋搬出去個好誒。係咯，了。所以清楚係自己好往啲個靠 open air 就搬咗，爽哦。那成日變啲嘅了。一多點儲報紙，你講食了咯，咱請啊12點幾嘅時就食半嘅嘛。而家請就貴字了，搞下晡5-6點嘅了咧，搬過來。你攞靠實變啲咧。有啦，即係根本就係變啲嘅啲，你看呢？我唔係看留咗清過，所以我特別想到清楚，我是只驚，我是想講是。誒，當今啊，有個人啊，你看清個啫，有啲大啲個山頂邊嘅啊，部落邊嘅哦，樣個 still 你講馬嘅厝啊，你舊厝個了，個 still 按看清個啫。誒，我俾梅朗看啦，我聽講，若是講你是到啲普羅去聽啊，你寫 email 啊，還是去 comment 嚟講啫，我唔知有普羅去聽講哦。若是講你是到啲普羅聽啊，咁樣笑啊嚇。誒，你我特別有不久去普羅一擺嘛。去鋪啊，唔是去鋪，鋪嘢攞啊！攞乜去個鋪攞嘛？係應該是邊個人？舊曬多邊個人咁乜去鋪攞嘅？鋪攞特別鋪攞真貴。啊，你唔乜去嘛乜貴啦？Long Island嘛是特別貴。特別 long 仔。食垃圾啊，食榴蓮啊。啊，垃圾掉，垃圾一半山嘅嘢嚇，我一半山嘅嘢。晚上有了個一個河南甘榜唔知幾筆錢呢？佢就食碗了，自己卡咧，但係冇裝冇出嘛。哦是啊，只食碗特別攞自己卡咧。不知我對邊個嘅事，咱去Long Island啊。哦，那你嘅講，你話會對你嘅講啦。我清空9年Long Island。係啦，我清9年是阿咪年啊？你出自舊年。我舊年啊。啊，今年是處年嘛？嗬。啊，處年。頭一年啊，舊年嘅對呀咯，舊年對呀個做做咩？做股。等陣我講報告就係啦，73%嘅人講樣有清楚，26%人講冇清楚。啲當叫有嘅啲清嘅本是清猜咯，一個藝術啦，就藝術啦，啊，就藝術啦。
，because 一個本是講古早做來啊，咱嘅 traditional 係本啊。條本我頂到人是成日橋是真彩橋，無講寫緊嚟前期啦，所以實冇啦，寫一道。啊，但只是手頭卡呢，你讀個你都唔清嘅。誒，手頭卡是唔知啊，是唔是未使手頭卡一齊嘅事？未使咯。是唔是人講手仔出去嘅啦？但是你上到對咱嘅新嘅時代上啦，你上到對古早是真正坐笨凳，你是老人要嚇囡仔啦。冇一半段啦。半段手頭卡啦，有當時真正是人來啊，你手頭卡就無禮貌嘛。even 都當基本上嘛，你多人來厝啦，你咪來使手頭卡，人看咧嘛要看是教育靠落骨，特別骨係啥物？特別靠嚇掉靠骨，特別係啥物嘛？我係特別你在真正時切時，你請不人使來你厝時候，你咪是放紅炮，特別唔使放我當然，特別呢嚇，唔使放。用放 radio。哈放你條啊！我不是，我是蘇格咧。等我看看，頂住你叫我有放炮嘅時候嚇，頂住你叫我掛等人掛到。我知。有啦，我唔知。梅花開，春風家，新年。OK，啷陣時當年佢嘅落，嗰陣時聽到那歌咯，嗬。哦，當然個了那歌。背把歌。特別。我講有啊，我只係記木先嘅。哦，記木先啊，嚇你本來嚇，你本來，我本來，你本來，你是唔是記木先？是唔是你本來？記木先啊，你叫兄弟啦，叫兄弟啊，兄弟叫嘢。咩叫兄弟？叫嘢兄弟叫嘢嘛，屬嘢嘛，叫兄弟啊。死我唔知報名逼喎，唔知你講咩意思喎？伊公司嘅名，公司嘅名嘛叫兄弟，兄弟係咩？兄弟是 brother 嚇，係咪叫啫？咩兄弟啊？係咪叫？我唔知住住，依公司。我講到等於唔知係蘇魯喎。蘇的哈密 brother，係是哈密 brother，叫兄弟。咪對頭前話講啊，叫是。叫嘅名，公司嘅名。叫是兄弟，是，叫知啊！你記定當講你巴士講啊，嘟巴上個死。嘟巴上超上飛機，唔是耶嘟巴，耶嘟巴上個巴士上飛機上面耶嘟巴。哎呀，笑死！你當當佢唔是新嘅巴士啊，啷邊呢？哦 ，rapid 嘟，你好，好先那個水，有 service OK 啊？錄係咪 service？會 happy ending？我就係錄係咪 service？咩成日後尾人開，還是要跑？唔係，我唔會你成日你嘅 service 未歹啦，音聲教到來啦，音聲教到來啦。真準啊！真準啊！嚟佢勁啊！有啲人睇看啦，拿古啊拿老啊，佢勁都冇準啦。冇成，真係巴咗，冇準啊！逐格嚟，買嚟係人擔心啊！哦，少來冇咧，我先殺到嗰啲殺冇來喎，上鬧氣。冇來嗬，你有來就接來哇，真係亂咯，冇咋咯，當佢較好。等我講下，等我報告啫。即係學邊咧學見嘅節目是一句贊助啊咋 ，Godex 贊助 ，Freedom 嚇 ，Godex New Freedom 贊助我哋邊咧學見嘅節目，當雜網係嚟佢勁，誒我未講，我都唔會夾布魯話，夾布魯人邊咧馬來西亞有興嘅一種吐氣嘅哦，你就講咩 tampon 啊，吐氣嘅，嚇有啦。啲人冇咩家用嗬，做咩事啊？冇咩家用嘅，冇咩家用，少人用嘅。驚掃之氣入面了。我朋友用，阮特別食少啊。伊驚掃之氣啊，驚吞啲氣啊未出來。誒，我定啲係定，哎呀，先浪佢只整係佢嗱記自己實未記，得落去啊！你有直接奧皮康佢記嘅嘢出來。哎呦！
前3擺，去弄到啲座頭。哦，那個座頭配喏定啦。座頭配喏，有啊。OK， 啊，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啦，今晚特別嘅邊格特布魯噶，我攞隻老椒格特布魯噶度啦嚇。了讓新正時做個七七八八啦，了禮拜咱來講你新正貴告訴我各位聽眾，感謝格特布魯嘅 idea，格特布魯來做我特別嘅邊啦嚇。感謝，恭喜發財！恭喜發財！了個有阿多，咱下禮拜多都接你下禮拜，咱講新正貴隔壁告訴啦嚇。恭喜發財咯嗬，新正有拄到個來鹽包啦嚇。哇！你大坑啊！sorry， 我冇大坑，我大機。OK， 我咪大機嘅，後佢出嚟多成隻事，今次講呢隻就少啲，下禮拜再見，拜拜。